猪八戒是中国古典小说《西游记》中一位备受喜爱的角色。他原是天宫的天将，因为调皮捣蛋被贬下凡间，成为猪形，故又称悟能。猪八戒不但外形憨厚滑稽，性格上也有着贪吃好色、爱财懒惰的特点，但他同时也是孙悟空、唐僧师徒取经路上的得力助手。猪八戒的形象深受人们喜爱，不仅因为他的幽默和搞笑，更因为他在关键时刻展现的勇敢和忠诚。尽管常因贪吃招惹麻烦，但在与妖魔的战斗中，他总是不畏艰险，冲锋在前。例如，他在芭蕉洞与红孩儿交战时，虽身受重伤，仍坚守岗位，为师父护法。这种不畏强敌、舍生忘死的精神，赢得了读者的敬佩和喜爱。此外，猪八戒的成长历程也是他形象魅力的一部分。在师父唐僧的教导下，他逐渐明白了自己的缺点，努力改正贪婪和懒惰，成为了一个真正对取经事业忠诚的战斗力无穷的队员。他的转变不仅仅是个人品质的提升，更是整个故事中人物成长和人性复杂性的生动体现。总之，猪八戒不仅是《西游记》中的一个角色，更是中国文学中的一种文化符号和精神象征。他的幽默、善良、勇敢和成长过程都深深地打动和影响着读者，使他成为了这部经典文学作品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，也是中国文化传承中不可磨灭的精神符号之一。